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是8月12，诗篇61篇第1节安尼讲：上帝啊，求你听我的呼求，按耳孔听我的祈祷。三甲来祈祷，按耳孔听阮祈祷的上帝，阮感谢你。你知影阮的心思意念，你伫阮还未开喙就知影阮。主啊，求你听阮的声，愿你按耳孔听阮恳求的声。主啊，阮伫还未出母胎，你就知影阮。阮的腹肠是你所创造，阮伫母胎，你就已经庇佑阮。主啊，你深知阮的软弱甲欠缺，你也知阮一切所需要的。恳求你将丰盛的恩典甲慈爱赏赐阮，也互你对天来的平安甲快乐临到阮。愿主你听阮的祈祷甲恳求，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感谢主，伊是听咱祈祷的上帝，伊按耳孔听咱呼求的声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